后来这个警察为民服务真正是真辛苦哦。来看这派出所的所长，为着要抓伫田中乱撞的猪仔囝，只好是褪赤脚落抓猪仔。原来这个猪仔囝惊唔知道，伫个大街路顶拉踅，民众来报警，警察来围捕，为鸡仔一路捉到这个田中，最后总算把这个猪仔囝逮捕归案。对啊！穿白色外套的派出所长和2位穿制服的员警伫农田抓猪仔。迄双鞋啊去啊，无穿雨的迄双鞋啊。拄落过后，4个拢是路过妹仔，3个人行动困难，有几啊摆阁嫌伊跋倒。所长规气甲鞋仔脱落来，和2位员警合作，用10外分钟才甲猪仔抓着。猪仔唔肯配合，直直用，所长只好用手铐甲伊的后骹铐掉咧，再用刷甲前骹绑掉咧，才顺利完成抓猪仔的任务。今年也穿新鞋，刚穿没多久就碰到有民众报案说有猪在我们的背箱。穿新鞋抓那只猪，会不会很舍不得？没关系，为民服务啊，这是我们警察应尽的责任啊。所长讲，猪仔一开始是伫路仔西街互民众发现，可能是对运送的车顶头跋落来，目前无人来领，嘛好加在猪仔西街无造成交通事故，啊无主人嘛有过失伤害责任。